1923年起的嘉义市东门派出所是嘉义市唯一一间对日本时代保留较大的警察机关单位。2010年订入做历史建筑了后，经过7年的调查研究甲修复，找到清朝、日本时代也有民国这3个时期的建筑本本。去年11月，也把这个所在变作是艺文空间。日本时代派出所甲警察宿舍，即马正做是展览的所在。即马派出所会当活发，附近的店家甲较早捌住过这个宿舍的民众，拢真欢喜。停车啦，有的涂骹白搭安尼啦，哎，即马是会使啊，咱遮会较闹热啦，吼，人来遮佚佗啊会较闹热啦。我爸爸是这边的警察啦，所以我们小时候就是在这个庭院玩，所以就是邻居就是串门子啊，上上下下，所以充满了儿童的回忆这样子。修复团队表示，这间派出所用地25栋，修复的过程当中，佫发现清朝留落来建筑物结构，可能就是诸罗国北境万山导引的所在，所以举办第一场展览的节点单位，都是派出所办公厅的所在，用艺术的方式呈现迄当阵的风景。就这3栋嘛，后来是迄个我的遗构，所以我中间也等了他1年多啊。当初我们进来的时候，因为已经闲置了20几年，所以白蚁虫害的也严重，而且这个当初没有人要标示，因为在市场。为东门派出所的东边看出去，其实就会让天气好的时候，就会使看到玉山。因为这的以前是一面湖，爱伫君山竖起的日光甲照落来的时阵，其实君山就会映伫这面湖管顶，所以才叫做满山倒映。除了重现诸罗国北境以外，内底阁有展出日本时代嘉义地区古典诗人林五分的作品。文化局表示，将来才会规划做文化基地，委托民间来经营。希望让这间记录嘉义历史的派出所，正做推广艺文的所在。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